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要来看到中华餐尾钓天宫头前有一间古早味的料理，唔免开大笔钱，人家都食得起。其中上出名的就是米糕，拢全料，敢若卖25块，大碗搁满钱。有人带4个大人5个囡仔做伙来食，敢若开107块，就食甲饱嘟嘟。讲实在，俗个大碗，头家早起时9点开始卖，卖甲日头落山，时间一个到，就随收大，拢卖啰嗦。民众想要食好料的，就爱看准时间。甲卤甲油金的肉皮甲壳起来，片着有够香的，皮 Q 肉软溜，互人看着喙烂水强要衰落来。还佫有即个招牌米糕，即甲一般的米糕无共，伊顶悬拢是满的料。东虾、虾米，还有鸟仔卵、香菇、红地豆、青豆仔仁。南肉上起哩，片着安尼芳光佫好看头，就会当上桌咯。有民众点甲安尼规道满的料理，3个米糕、1个米粉，含一大盘卤味，佫含2碗汤，安尼200块有走哦。这样才花了170元，我们大概有4个大人，然后有5个小朋友。这间伫个餐尾朝天宫头前的这个摊，伊主打的是好食面，毋过是俗仔价。来甲看伊的菜单，拢是50块有走的，而且用料佫真实在，好食佫着滋味。民众讲大碗佫满钱，会当食到本的啦。35块，很大碗，根本吃不完。头家讲会遮尔俗，是因为这材料拢是伊家己去买转来的。无阁互人加趁一手，甚至连油嘛是家己煎的。家己迄钱的油吼，就使用啊，所以我的成本足低。汤啊吼，我嘛是拢家己处理，家己变。头家阁小解讲，逐工的汤干那爱10块就会杀哩。啊，若用料真济，这个杂菜汤嘛干那15块。这个宫庙前的古早好食面，嘛正做餐尾的招牌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